就惊这个外籍移工将做台湾防疫的破空，高雄市卫生局针对防疫的旅馆加强来稽查。为11月初一到目前为止，总共查到19个人违规来外出，包括摕物件去互隔壁房间的朋友，包括踏出着房间门去泡面等等，这违规的行为，罚款至少拢10万块。 趁半暝无人，这菲律宾的移工行出房间门，摕物件互隔壁房间的朋友和旅馆的工作人员看到，随家卫生局检举。另外一间防疫旅馆半暝时，一个移工先来遮滴水，无偌久，另外一个移工直接摕泡面来泡。也不过明明知影我伫咧检疫期间袂使出这个房间门，这违规行为，拢总被翕到，拢总要罚钱。11月1日到目前为止入住防疫旅馆的国际移工以及国人的部分，那总计有19人是有出现违规不出房门或者违规外出的这个情况。开罚的金额的部分10万元以上，100万元以下。踏出房间门上少拢罚10万。防疫人员伫大楼最头咧加强检查，因为高雄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确诊天高这个病例。 好，那这一例个案呢，在经过2次的裁剪之后，在12月2日呢，由中央通报确诊。那这一例个案也是高雄市的境外移入第10例的确诊个案。违规行为受到这卫生单位提醒业者，爱甲所有移工提醒有关的防疫规定，避免互咱的防疫网有破空。